若閣講到明年的上架工資可能會超過3萬條到3,975塊。有專家是表示講，這上架工資條款對大部分上班的人來講，應該攏無啥感覺，但倒是會互遐做較久的，干那領3萬塊的員工，感覺會無公平。最低工資連續10年調懸，不過不是所有勞工都有好處。根據主計總處調查，去年各年齡的薪資差距，未滿30歲以下勞工經常性薪資中位數較無32000塊，30至39歲勞工雖然已經有幾年的工作經驗，不過多數人的經常性薪資中位數煞領較無4萬塊。就是文科的話，可能就只有3萬多，就是會比較省一點。我覺得在台北來說，應該算是比較容易一點。但我之前有在高雄工作過，那高雄是比較難找到超過4萬的。因為每年最低工資審議會上緊可能在9月討論，外界預測116年最低工資調幅可能有5%。月薪可望為29500塊，調懸了後會有30975塊，時薪可能為196扭懸到206。因的專家表示，基層甲社會新鮮人起薪，可望因為基本工資調懸會踏懸，不過對工作幾多年的員工來講，可能會煩惱薪水。談進來的時候呢，薪水就是可能落在3萬出頭了，但緊接着可能接下來也不會動到他們的薪資，所以他們就會變得是看得到吃不到的一群。時薪盡量能夠2-3%以內，不要幅度那麼高的，變成會來聘請月薪的，不聘請時薪的。觀光旅館商業農業工會理事長賴正也表示，會當接受基本工資調懸，不過受惠族群攏以移工為主。以現階段來講，要以3萬塊請到本國勞工請較袂着。另外，主計總處公布7月就業人數攏總有1165萬1000人，月增1.4萬人。主計總處講，7月的就業甲失業人數攏有增加，不過在失業的部分，扣除季節性因素，失業率並無變動。服務業7月增加16000，主要增加在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。因的專家指出，若是企業干那調懸新進員工的起薪，卻無同步調整即賣員工薪水，可能會出現薪資公平的問題，較會引起資深的員工對公司認同感降低，甚至離職。記者採訪報道。